新竹市长高虹安10早领助理费哦，一审是被判7当4个月，伊搁再上诉。今年1月，高院合议庭是裁定讲庭审要来申请释宪，也毋过宪法法庭无受理，今仔是搁再传唤高虹安等人出庭。伊的律师是主张讲高虹安已经无限制出境甲出海的必要。早起高虹安进入法院，将对媒体问话，伊嘛无做回应。 穿粉红色的西装来法院开庭，听一个新竹市长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，官司拍到2审，高等法院合议庭今年1月份裁定庭审申请释宪，不过宪法法庭裁定无受理了后，2审继续审，日搁一届召开准备庭事庭。高虹安的支持者去现场応援，因为牵涉食錢的案件，嘛面臨第2階段罷免人數，不過伊攏無回應。 顛倒是伊的律師伫法庭主張講，高虹安並無詐財犯意，敢有影是罪嫌重大的，而且每一屆嘛攏有配合到庭，請求戒毒管制，莫閣限制伊出境甲出海。會擔心罷免2階聯署通過嗎？高虹安被指控食錢，一審判7年4個月，認定犯罪所得有甲11萬元。專案經過上訴了後，高虹安做無罪答辯，捌大力主張講伊並無食錢，嘛無任何1塊銀入去甲伊的落地啊，應該判無罪。 這個合議庭嘛要求被告伫後屆開庭來說明，嘛請求傳喚包括立法院法制局局長郭明正等6個證人的必要性。這個準備庭高虹安的前助理嘛攏互傳喚出庭，因為王旭文5月甲6月有度假的行程，加上檢方6月嘛有另外的公務，合議庭將其尾排定後一屆開庭定伫咧7月28。公視新聞台北報道。